知唔知活力對女人嚟講有幾重要啊？皮膚冇咗活力，神仙都救唔返啊！除非有我幫手。呢個係你？你係我揀中咗個幸運兒，咁有份驚喜想送俾你嘅，願唔願意試下咧 ？OK。咁外國咧就好興將呢個生勾勾嘅蝸牛咧，就直接放喺塊面上面咧，就係做 facial 嘅，當係就話對皮膚好。啊，而家放喺我手度啦，咁手下麻煩你啦，蝸牛。唔係啦。而家到你啦，就係咁樣嘅。驚喜其實係呢支地中海蝸牛精華嘅始祖。嗱，因為我哋嘅基底細胞每分每秒都受損緊，同時又自我修復緊㗎。好似頭先3位做完冷凍光學 treatment，目的咧就係想令到基底細胞有些少嘅微創，咁先至可以激起細胞嘅更生活力㗎。但係如果細胞唔夠修復力咧，皮膚就會變得好脆弱啦。呢個時候呢支 SCA40強效活肌修復精華入邊充滿住 SCA 活肌因子。嗱，佢哋係由地中海蝸牛分泌出嚟嘅強效修復液研發而成㗎，可以增強受損細胞，快29% 自我更生，連膠原啊都激增多1200% 出嚟。唔知用落感覺係點咧？唔使驚，嚟戴翻個眼罩壓壓驚先。喂，你唔會擺隻蝸牛？一陣你就知㗎啦嚇，你感受下啦自己。冰涼啊，覺得。係咪喐得好慢啊？你拎走佢，好核突。真係排機，佢有好多隻啊！估係咩嚟嘅？斷估唔會係蝸牛骨。哦 ，OK， 原來係護膚品。係啦。哦，原來係佢。你睇個個都笑翻晒，活力翻晒嚟啊！唔該晒呢位治療師。呢排天氣轉，基底細胞適應唔切，變得脆弱、敏感、乾燥等問題出晒嚟。唔想細胞有翻活力，撐起肌膚，迎接轉季挑戰，你需要一套蝸牛精華，再加呢一個 treatment 組合，跟手做埋個 Skin CV 9型基底分析，睇清楚自己肌膚仲有咩問題，一次過用送俾你嘅120蚊 $，買翻最適合自己嘅護膚產品，皮膚靚咗，個妝又點可以馬虎呢？跟 Annie G 升級化妝班底，學翻個秋冬換色眼妝，上埋 Zalora 揀套靚衫，仲有 discount 添。一個 Beauty Box 有咁多好嘢，杜如風話都只係120蚊。可惜我唔係佢好姊妹啊，唯有自己上 ND Beauty 網站訂購啦。記得 follow 我哋，緊貼最新驚喜。Neoderm Beauty Box 帶你越靚。